也若即阵过道拢有西北雨，山区搁在上大雨，花莲就游客伫溪边耍水，溪水涨流掉伫溪边。另外，台九顶线汉本路段嘛，因为落大雨落大石头，原本就真无稳定的苏花公路，好人到中德即个路段，即几天拢有发生水崩山。严格伫抢修了后，昨下晡2点的时已经拍通啊。严格只是讲山坡这山壁也无啥稳定，所以目前是分时段限制通行。那个再不离开的走不了了。大雨不断，警方直直广播区里，共款有游客走袂稳，警方赶紧撩水救援。三游客有台湾人嘛有加拿大的人，伫初二下晡5点外，伫花莲秀林乡18多溪附近耍水，溪水急涨，甲因困伫溪边，加载拢有救出来，无人着伤。大粒的石头结伫车路，而咱花莲连日的大雨，毋闹溪水涨，山区嘛有灾情。台九顶线汉本段，初3早起8点外，土石汹涌结来，互交通一时得断站。苏花公路河林到中德路段有6搭出现土石流，封锁几若天，伫初3下晡2点抢通。昨天晚上的8点钟才那么整。一直改善了都没有用了。你看这个上面堵石榴的也是一样。管制站头前上北的车天已经排几若公里长，通车的时间延了搁再延。虽然即摆已经抢通，也毋过嘛是有条件开放。中央加强管制，因为4月初3大地震了后，边坡无稳，土石松软敏感，边若落大雨，山就地崩，连铁路嘛受到影响。以前的预警性封路的一个作为，我们会尽量把它不只是降80%以下，后续只要有热对流发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来发布公路的一个注意报。惊形容来的灾害影响到交通安全，公路局表示讲，除了保护边坡、强化环向的联络，嘛规划下修有警性的封路标准等措施。不过有学者分析讲，要稳定松软的土石，较有以早的经验，上少爱开10年。过往的经验啊，比如说在我们台湾的921地震啊，或者是像日本的这些大的这些地震之后，大概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，才会有比较稳定的这些现象。要预防汹涌发生的灾情，学者建议讲，要找出土石流动的高风险路段，会当做光磅坑顶阻绝构造物。也毋过苏花边拢是山势悬国家，土石若积伫个悬的所在。坦白讲，会当做的拢相对有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